那今天晚上就行一次吧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顾西城，司徒果然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，你这不是男人，就是个 gay。你以后啊，别想再约我。哎，我是 gay， 我是 gay。司徒这个混蛋！我去，好安静的包厢啊！啊，搞得我有点不太习惯呢。嘛呢？啊？思考人生呢？人呢？都干嘛去了？嘿，我这么怠慢我们的顾少啊，太过分了！你等着。喂，姑娘们呐，怎么着？让我们独守空房啊？啊！顾西城，你要干什么？自家兄弟也不放过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别人说我是 gay 呀？从你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你是 gay 的可能性很大呀！啊！司徒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老子不是 gay， 喜欢女人。”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老婆说的。什么？我老婆？贺锦熙啊？耶，他还说你经常说梦话，在梦里喊上我的名字。贺锦熙，你干嘛？回头我再收拾你。你到底跟我朋友说什么了？啊？什么都没说，你赶紧放开我！你是不是跟他们说我是 gay， 让他们疏远我？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从来没这么说过。我就是说你对女人不感兴趣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对女人不感兴趣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嫉妒那些女人，你不想让我走，是不是？顾局长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我怎么可能嫉妒那些女人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疏远我，都因为我是 gay， 这都是拜你所赐。这事儿你也不能全都怪我呀，连你朋友都说了，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你对哪个女人动心过。你以为我顾西城是谁啊？我是动物吗？我怎么可能跟别人随随便便上床？我是有原则的。我不管，反正那么多大美女都不动心，你肯定有问题。哎，顾局长，你放开我！你要再碰我就喊人。你是我老婆，喊破天都没人管你。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现在已经晚了。